现代台语版圣经历代志下卷第13章。以色列王耶罗波安第18年，阿比亚做犹大王。伫耶路撒冷做王3年，伊老母叫做米该亚，是基比亚人乌列的查某囝。阿比亚甲耶罗波安常常交战。阿比亚带40万精兵出战，耶罗波安嘛带80万特选的兵迎战。阿比亚徛伫以法莲山区的西马莲山，讲耶罗波安甲以色列人民着听我讲，恁应该知上主以色列上帝有甲大比立未废除的约。将以色列国永远赐予大比甲伊的子孙。毋过，大比的囝所罗门的人神尼拔的囝耶罗波安起来背叛伊的主人，伊召集一寡无路用的匪类，公然对抗所罗门的囝罗波安。迄时罗波安还少年，无经验，袂当抵抗因。当恁靠恁人做声势大，告耶罗波安为恁做的金牛仔做声明，要反抗大比的子孙所治理上主的国。恁敢毋是将上主的祭司阿伦的子孙甲利未人赶走，照外国人的做法，家己设立祭司，甚至无论什么人牵一只牛犅仔甲7只绵犅来，恁就甲伊设立做所谓神明的祭司。毋过阮的上主是阮的上帝，阮无去杀伊。阮有祭司阿伦的子孙甲利未人伫执行服侍上主的职务。逐日早暗，阮献烧化祭，烧芳香。伫纯金的桌摆献祭的饼，互上主。逐下昏点金灯台的灯，因为阮遵守上主阮的上帝的命令。毋过恁去杀伊，看咧，上主甲阮同在，搁领导阮。伊的祭司嘛大声分喇叭，要攻击恁。以色列人啊，毋通甲上主恁列祖的上帝交战，因为恁一定袂赢。耶罗波安调一部分的兵伫犹大人的后面埋伏，伊的军队对正面进攻。犹大人回头看，看到因前后受包围，就求叫上主，祭司嘛分喇叭。犹大人就大声发进攻，因大声发的时，上帝就伫阿比亚甲犹大人的面前拍败耶罗波安甲以色列的军队。以色列人伫犹大人的面前逃走，上帝将因交伫犹大人的手。阿比亚甲伊的军兵大胜利。以色列人特选的兵受杀死的有50万。以色列人受制服，犹大人得胜，因为因倚靠上主因列祖的上帝。阿比亚对入耶罗波安，攻取伊几若个城，就是伯特利、亚沙那、以弗伦。以及这个城附近的庄舍。阿比亚在位的时，耶罗波安无搁再强盛，上主拍耶罗波安，伊就死。阿比亚渐渐强盛，伊有某14个，囝22个，查某囝16个。阿比亚其他的事迹，甲伊的所行所做，拢记载伫先知约多的
评论集。